来，我们前面还有空位。为什么呢？就是专门的西哦呢。时刻警醒，然后他个下定做路，选择走在神的正道上。那你要搞成人认识的比。很快的，我们今晚是我们新加坡的童工的最后一晚。好，这时我们还有一群的少年人。 这个还有家里这么做啊，为你们预备了一个很特别的节目。来开始我们今晚在台上的节目。要不要那个媒体我看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也是活出像
就是尽量拖出像基督精兵。然后我们得切不要为马要红台币，我们不只是礼拜天崇拜的基督精兵，心里他接地不容易嘛的哦。我们是每一天在我们的读书上、工作上。Never mind. Go crazy.你想要流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时光倒流，你不得要嘛去了，我家来妈接来也接没有。我们就会做出那正确的选择。几把刀嘛去了，妈呀，朋友就他乐有来阿啥个地没有。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有一次的机会，哎，我听我那我嘛说，我家就地波哎就走没有。而我们每一次都选择那正确的回应。呀，看到个地波了，地脚位脚位就他乐有大没有。去爱我们的妻子，哎呀，大家好没有。啊，我们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对吗？然后我要第二次可以不开朋友。我想问弟兄姐妹，刚刚的 barbecue 好吃吗？要是他那小披萨。啊，如果好吃的话，吃饱的话，我们现在就做工啦。哎，然后家回来家门都没家不，我今天可刚地位我要干不？在我们开始我们的进步，为了俺别学嘞，拿小包过来。哦，你们都会啊？哦，我们洗脚的这个洗脚了。除非你是啊，来嘛，对呀，对。做披萨的第一个步骤是要捏面团。哎，我的包子拿阿婆没有下家，你别啊这你别啊这，对。
还有我们这帮弟兄弟啊，我是要蹲下来的。我的头มือใหญ่เลย 我们一起来做。来这个大家我。同样的，我们也要拍，不要太轻，也不要太大力。披萨特别好吃。
生的爱才聚集在一起。Allah mau mengakhiri nolak aku, habis ke pola yang patut dan lagi aku juga kalau tinggi kampung tahu. 我们满心都是感恩， Aku mau berhambai kan orang orang jalan sini. 因为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 Allah mau nolak coba cima kau mau mengantar lucu dan mau menyampaikan ini selalu. 无论是拉古、中国、缅甸或新加坡， Aku pahami hei, lahu ya, hei payah, tiga li ya, kaya tiga li toka. 都请求天父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 Opa usah tak kira aku usah aku masih oka tidak sekai lau. 使我们时常因你的缘故突破自己。 No hak dia kalau le aku asyo, hari tak tak kau tak kaya pedo. 让我们在教会生活、崇拜、出席和18节都能做得最好。 Aku cucok kalau bukan di mampu boleh mampu tipu di kaca roya atau tipu di kaya pedo bukan. 我们要这样子成为你忠心良善的仆人。 Aku tiap tahun usia kaya roya banyak pedo kan. 请求天父也保守我们接下来聚会的时间。 Nah, bila mereka yang pernah kerja kami di Jepang atau kau Malaysia tak salah sekai lau. 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Yesus kira mereka culik bolo yo. Amen. Amen. Tipu, menteri yo.